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机会都要坚持，每一个机会都系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人总水唱，甘苦来时爱强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凝情从藕断丝连繁华落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也是梦过，也是凶过。天地间，共相梦。那不记得哈？谁啊妹？唔惊啦，三夫做起来，今日就走的啦，唔是谁？我三夫不用了哈。爱用到尾第一个就爱用啊！我家啲同事上咗去件年數嘅，人哋呢成家或者靠夾樣嘅。哎呦，来种做唔得哦，看个善行的細妹，分给兩隻唔上癮的強體啦，係嗎？嗯？你要偷理啦！嗯。啊，嚟來啦！捱嚟煮好啦，有事。阿范，有没有？看啦，少了嬉皮，暗醋。阿爸，你还有肥嘢？你行刚讲，唔知人爱摆田梯呢？好，你等下，你等下一下哈。阿范，来买什么？抢有两条风铺，做新用的短头趴。哎呦，哪能讲爱无？安尼就不能撑到呀。啊，给无，安来抢，给在老鼠做毛人好无？那
哎呦啊！阿凡，对了嘛开始，讲完就是爱林芳的本样。我一生意就会很也不用。阿笨，你有没啊？你有没啊？哎，金马你，我还去嘛采过。采过。林芳，哎，阿水哥，说是个，哎，今天有闲哦。哦，那有事啊，我就去嘛采过。哦，对，来请。多谢。阿采哥啊，也嘿，前面小事啦，唔知卖然后了只四体土的雕牙不还门风咧。你想啊，还了张了闪风，把电视都蔓延，挑战用了行癌啦。演员有点吃了，哎，你先行。啊，要记得哈。好，你用啥？迄免用啥？挑死了了只四体的土的雕牙不还门风的行癌啊！天窗人用啥啊？哎，你讲俺乜个呀？无捌当伊后同事在出的，该爸啊，是现在讲啊。唔免用啥，结婚万年啊！等下你无？老几用啥？你我属实呢？就前几日啊，我哋行水边啊，多都几用啥？起飞只闪红的细妹，我当几用啥？我连怕野，挑死用做来行癌啊！哈？无，慢呢？林芳讲用啥？迄条闪红的细妹，有样啊模样。猜啊，无非的啊，佢阿細妹叫你妹啊，萬年我唔識見哦。我老闆呢，要接你腦筋弄佢下，唔是唔辦法呢啊。係啦，迄個誤會啦，該記號，嘛該是唔對啊，該說個看到我都傻啦。你用啥個規矩在位哈？唔好惹事情哦。林芳，我客廳有個事情，我佢用啥冇關係啦。你跟我講，也係善良嘅人對人表示好意，你對佢感情，當老大都會吐嘅鬆本實，冇懷疑啦。係啊。按用講啊，就係我冇俾人用晒啦，是你啦哦。我冇問清楚，就講係用啥做嘅，冇按用好嘅啦。你也吐嘅哦，就鬆本用啥事啦？唔是啦，反正名個東西我冇使啦。佢用啥？我欠你啦啊！唔是搭家掉啦。哎，錯嘅，吐嘅當補哦，姜拿轉去啊，不用補一下身體。好。
到底迄晚对俺的暗号，又唔本俺的啲啊？林峰，哈？你在想乜嘅啊？哦，我啊，我在想，那水安尼引落，行水引来引运，你能用说啦哈？阿文，唔用的啊，阿文，哈？冇啦，唔用我上盘哦哈？张医师都市唔爽快，进来跟上盘，俩下连饭就食唔落，人进来进去，面色乜进来更难看呢？公文，上网来看一下。用的啊？应该是胃肠唔好。迄每日建议落去三行水闻闻，也得有意识到啊。那唔是要做唔得啦。来，也是鸡头山。本公文是建议就会好。好。也建议咧，尽量唔好食三行水，使易水来食啊。清好是一家大将。大将啊？是啊，潜水较强，拄到落去咪唔是强啊。不过大将怕无人改呢。你看大将拍好，佢水混混吼，睇見啥事都係唔怕。但生意嘅事都就唔好。係啊，生意啊。生意呢？阿文。啊？係啊？啊？我要做阿爸嘅哈？哎呀，我要做阿爸呀！哈，我要做阿爸的咧！哎呀，我要做阿爸的！也建议咧，尽量唔好食三行水，使易水来食啊。清好是一家大将。输的老做的，无水伤唔得，你要天差不多有水。为了爱补养老生人呢，就算老体液都坚固，俺冇演。就那当插电发，用用掉你卖面，我都阿发条。爱不讲个香的声的声的声。林峰啊！啊？歇一下啦。好啦。對照線條也都按不住，吃飽也要磨歇一下。好嘅啦，條件爭嘢。冇假嘢做唔得，係講啊，要落水繼續快咧。落水就落水啊，驚乜嘅啊？寫我嘅講出來，還忙得死呢。捱啲，不過啊，養人真好呢，係講要啉到鹹水要薄片嘅，安樣個實啦。養杜康還有一生人呢，喏，老記，全就係捱命咧。东海望山浮秋天老怪日，墨水转不掉。就那当插电发，用用掉你卖面，我阿发条。阿爸，用叫嘅哈，係咩人？哪有用嘅啊？啊？
多车嘛，眼毛，唔同聲音，你係嘅喵。爱事情。你較注意些來什麼呀？唱就好啊，唱愛，講萬強嘅聲音呢，不管係細來也細妹，我唱就好。晚些時間冇嘅用嘅啊？我啊，我細時節當乖哦，我爸從佢帶我去嘉義嘅街巷買燈呢，台灣嘅兩隻師啊，就係喺街巷睇到嘅。不過一想到以前嘅事情，我就想到我爸我妹，還有我哋條做馬去來台灣，我啷講過冇？有講過，但冇唱過。今年嘉義這片土地天旱，冇水，種馬就種唔得。喺嘉義咧，過到十分的苦。不過，幾時聽講台灣幾年就水果好食，無誒一年做得樹上200，煮誒又大又皮，連個荷包地都凊彩呢一撩就撩到金嘅呢。台灣哦，就像幾天嚟慢慢的保養誒。台灣嘅兩隻詩，對我哋啲無錢嘅人來講，就係希望。我爸一天後規劃下做啲買東西，全部買停。等我哋到來台灣，萬年地，啲海航，差不多太。算係變態，是得多多嘅。好彩哦，佢講嘢冇事情。我本來想一天我要買個幸福，冇想到冇去救，我咪病死。等等。爸，啉水真是，我開始在想，一定來台灣，係錯，也唔錯。唐山。鬼唔得，我又冇錢，我搶老子咁買盆藥爸，我本來想，我哋一生人就喺眼房做長工，萬啲係你問到你啊，我唔單將有。還有，你聲音也係，我希望要走出來。我長大，原來喺到台灣前面播，就係阿凡。相信係林房，也係一生人，一天會做上做事，喺台灣創出一番大事業。我係去陪阿爸咪啲，
俺俩到了台湾係錯嘅，買本記條看唔起眼嘅人啲，講乜？我聽唔中意，啊！明峰，好嘅啦，停下來。嚟。什么？用技術本啊？做嘛？離開故鄉，係無法度轉嘅。還沒離開不卡，要談定一生意，你無法度轉去。但係人哋用啥腔下，人哋喺度咧，我老唔叫改道嘅死命。因為最人哋攞叫嘅素材，也最人哋按生力命嘅素材。恩人茫茫本，一落雨嘅奈何，一啥代志咧？我唔錯，你啊，就係攞腳嘅素材，你啊，就係安身立命嘅素材。阿曼，你嘢到殘水嘅咧？阿曼，加嚟看咯！阿曼，加嚟看啦！夜到嘅啊！這個熱到誒！你看，真是夜到嘅呢！哎，有水好食的啦！等下，來拿水哦。都玩塊皮啊！係啊，唔好人用哦，唔怕啦，我自家去吞呵。用不要用不要用咯！你係天朝嘅下屬，天朝嘅下屬啦！林峰，莫急啦，也水老奶老頂，天朝要學做呀。過一陣嘅吼，佢就會清嘅。唔免安尼啦，你想看啊？那水流到來，應當係黃色的啊！你看，那水樣樣糊糊，又樣黏黏夾夾。屁咯又暗粗，唔免，你天朝唔免水啦。來。生意啊，慢慢來。
因为也都有出又不会水呢。要当人讲啊，也将的时间会先看风水。人哋冇请风水师傅，又冇先见一下，会唔会烦到物嘅啊？袂治啊！一山方的风水，人又唔治，唔讲系上心哦，人又冇做乜嘅亏心事，就算烦到乜嘅，嘛冇用嘅啊！啊！你看天空影吼，还系攞去屯转去啦，是唔是咧蔬菜叶？屯转去哦，冇按改张叶多呢，用会按下水啦，啲污水送来乜嘅东西。 冇安尼啦，听讲伊吼，准备啲个乜个拜拜的东西，安尼摆一下山方的好兄弟，天顶爱问一下同事，去来山方较久，应当对了古古怪怪，怕会治啦，哈。呀，见来见出的呢。 俺林峰带领俺朋友讲完，都入去乐府。不过人家都迄神也迄贵，迄有烦到嘛个啊？枪莫见怪，俺用啥？枪上去求伊还有枪裂水了，是听听，无其他意思。总的，你在做嘛个啊？ 唔使惊，俺袂对你点用的。哦，用不用啊？你污水用做嚟炒火？大家很多破水。 反而很个体油，一系列货，抢到的时间其实要错。难怪俺因知道去下水，原来你还没水，还做来炒火的油啊！还有更较邪的，了当时用水无好，变到越拍越太款。 唔使惊，唔使惊，好。大摆铁通了后，其实不出来。有一摆山方的辅助案，你是不出来，按补头要拄了考虑讲的。一烧，规日规夜的，地拄个个全是死呛呛的，了当时清不紧，后摆看到，两啥三开烟掉的，好在家还有看到。 王亮嫂做怕亡命的，不过没有人唔强的，其实要修炼。金单枪唔强，还要拿转去做电影。按神奇哦，喊做你做电影啊？有嘛要神奇的？按哪样讲？那着亲后浮水。你讲上海都山东好好讲你的，最后去屯转伊的，无该修炼做无好。 俺用啥？枪上的球伊还有枪里的水了，是听听啊？枪里的水，听讲俺人天数啊？哎，休叫！做嘛会让俺了天数啊？林妹，林妹叫林妹，两个土的老家好什么？这条东西很松哦。 是个要到了。原来系为到李妹啊！
唔啦，我要行啦。唔是强啦，看，但一时的无水天天，唔会出太波的啦。啊，你强的话，两个好不啦？啊？你看，还没没事情啊？啊？奇怪，你湖水安好香，你用要望人哋，才会讲起啊？哈？林峰，唔通休过的话，听个就是老湖水酱吞转去好冇？怎么会囤转去？亲手做哪来点火啊？林峰，人哋根本去采是这本府小事呢，湖水迄唔记得东西啦。你躺来讲发毛啊？哎呀，你咪为小事嘿？你看，你咪看定去，用定去，又发生乜嘅不记的事情嘿？你又太上讲法。虽然我哋咪唔知，今做你做乜嘅，我係相信，一定係有其他無強嘅用途，請我哋咪唔知聽聽。我講過，我喺台灣免做一番太事業，我冇哋啦細細做落啲都改成嘅，我哋。那污水一定做来天上来，阿爸，相信我啊！因公你不记得污水，绝对唔系普通的东西，哈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你在叫我？是你啦，我家唔係调试对男太上的，唔會欠啊，好冇？阿爸，你係咁放點解咩？喺本府小事啊！我完全唔過我愛干數，我弟弟相對應清楚了。但係無老將甜在去，佢條三號嘅影片呢？點解呢？讓人要走呢？要走呢咯？我哋阿妹生意呢？我係用眼話要生意呢？想唔到伊咧做得很順利，妙嘅所在冇咁簡單。你總得好好講下伊下。好，我等下莫叫佢好冇？莫叫佢啊！我等下聽人講嘅，我就留佢聽在意，好冇？睡覺啦，睡覺啦，好啦，啊，我叫佢，是你，你係唔錯，唔驚一嘛嘅啊？冇。係講冇？李峰，喺度。小叫呢？小叫，來嘅，錯啊。阿叔，你喺半日掉。倒車。錯啦，李峰啊，而家你妹啊，要看過嘅。哦，看過。記住係林妹哦，又要聽林峰講過啦。冇看過安장의上好嘅細妹哦。遐個跟來啉了久，跟來累數，白等老師不來嘛。好，白等路，把來有力呢，跟你力呢。你妹講哦，阿叔沒講啊。到家啦。莫會數不來，無論歲數不知好是水母。一數個也擺不來那是個咧，一夜得面，日因不來熱鬧數。佢你妹嘅阿哥啷講子些啊？哦，唔會啦，阿姐吼，下年日唔會講嘅嘛個冇干有啥，阿用叫我出去啦吼。唔會啦，我開歡迎係我嘅朋友。遐個不人那是個咧，人嘅的。啊？錯啦，我屯專業。係啦，
咱俩开始啊，走啊！好嘞，记得了，下班了未哦？我大概约下伊的。林峰，林峰哎，你去上班哦？无啦，好在有抓到天数，无爱一生意，唔着囤到那时。下去嘛哦，因迄朋友诶，错无？好诶，也是这样诶，走啊！林峰，因我来看，结束的模式一下去，有做水涨诶。好，再带。哦，是啊。人哋真是有水好用的呢。系啊，你阿伯，种上迄产水，唔免无水啊，吼。哪有树？那是啊。哎，水果奶，奶啊，草噶。咁唔會，用呀，安尼哦。嗯。好。冇啊，你乜嘅啊？來啦，啊，大樣嘅酒，以後食。我唔會酒咧。咁樣講，你係朋友嘅酒哦，唔好食了酒，就唔好愛了朋友啊。朋友。朋友，朋友。马叔，真叫冇食酒啊？冇。哦，耶，乖了哈。喝什么？冇。喝了一瓶。哦，唔是。阿段叔拢系救起来以后，阿万又对屋下走出来，去哦，就让艾亮山带落嚟啊！安尼通起落去，太守阴阳场，为了贪走，嘛该做毛咧，冇简单咧。不过，件事情慢慢有同阿段叔讲咧。喏，本代就系好人，做嘛按闹好人啊？嘛该好人。做乜你讲係好人？人哋唔講吼，好人一塊，像捱到個土地，偏捱到個西毛，老散佬嘛個照個鼻個，全是死槍槍嘛個好人啊！驚咩個好人？你個好好人。
吼，像有好人老坏人两种，应当无分乜善好人老好人吼。你讲的没错吼，讲起来好人坏人，唔了解好人，迄个阿哥嘅朋友啊，六耳啊，六耳乜解啊？错，六耳做嘅朋友啦。哦，六耳，来，哦。虽然吼，因为我好人啦，不过阿番夹爸本样会想，记哦，一天要因为我会反应。夹爸又无说死你，夹爸说死你哦，就唔要安尼想，错冇？嘿吼，头家说死我，一天要伫我係好人。错。小姐，我听阿团叔讲。邱同事啊，捌讨一只大样的小阿毛的呢，呢，讨嘛？忙啦，等个人讲哦，我听说哦，要讨林妹，总系不能。林妹？错啊。哦，原来中意係林妹，难怪唔要送东西来帮人家就识。哎，娘诶！哪时要讨去啊？等下场面了后，我做正经去大宴，当时我就做讨去去场面啊！无法改啦，为了技术不准来场面呢，佮就讲，等下过程了后，我嘅反应嘅主讲诶，我认唔出来。总是安尼，人系肉体嘅，当面安尼看我嘅反应，去修理起来嘅。哎，阿范，迄两个相似的事情，有人讲的安严重哎。当然嘛有，外国啊，几多同事啊做爱用啊，伊讲顶摆啊，甲你相似啊，然后你去睇唔掂啊。有样。啊，官府派过迄边啊，还唔拉种呢，很多同事啊，啲爱用啊过去啊。去较大咩无较脏啊？对啊。当当入面吃的啊，还跳到芦笋啊，冇人收哦。有样。娘诶，通知所有抢也都会打嘴鼓的么？去啦，该做嘛该就去做啊！阿水爷，攞杯同洗叔叔啊！哎，阿水，我去哪位啊？我在向你数东西啊。通知所抢也得来，唔要谈其自费呢。平常时节，人家就尊重其隐蔽其年纪下太，其有别爱数，无偏要嘛个事情谈其的啦。国王啊，你有安尼讲法哦？我有讲唔错诶。破风诶，我喊到了，唔就按呢。我还冇到了，唔对我变乜解哦。嘿，刘同事啊，我没整推你啦。冇人见啊，歹势吼，我有事情来无闲吼。系啦，我哋先无闲啊。阿水爷，做哪事啊？好。邱同事，唔要看到有几只后生诶，见就见无规矩诶。俺那夹夹啊，请一个有才调嘅艺术来主持啦。爱请一个有经验嘅人啊，当然。听讲上一届嘅本人咁么多，冇人敢来呢。不过一啲后生诶，见来见唔参赛，做慢会出事情。到时节有个责任，慢人来开啊。邱同事。
向上已經在飛，辭別腳下嘅土地，無想跳白，無講過去，甲講鐵道單槍滿刀無足色，天衝掛度。